假哦。对啊，不要欺负人，欺负太过分了。假哦。同学，你不要这么激动，是很没有。我们有人跟同学啊，就是欺负台湾人而已啦。就是欺负台湾人而已，你还欺负谁？大家都台湾人啊。没有，你是台湾人吗？你过来。这边是不能摆这一个东西。没有，这个会在摆。了解状况。你讲的上级，我们在上级上面来。上级非常高的，大会国公在摆啊。没有一个拿出来，没有一个解释。你上级是马英九对不对？对。有啊，没有任何理由。我的上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你只讲上级，上级是谁？那你刚刚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哦，我真的不能够接受你讲的。你们上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。对啊。没有，对不起。中国人不能摆吗？中国人说不能摆吗？台湾人说不能摆啊？你的上级还是别人参与别人的社团吗？对呀，我们是共同参与的啊。他有没有欢迎你们？我们有啊。啊，你们上次是中国人呐？你去问他。其他宣啊。你们上次是中国人是吧？是来这边维持秩序而已啊。你们做中国人，你去做中国人啊？卖人呢，哥哥，咱在拢台湾起来维持。不要欺负台湾人，太过分了。太小鬼了！你跟你收工啊！来好这回就直接到，直接到台湾东啊，可以做埋台湾代志啊。公仔，对不？公仔，只会欺负台湾人而已啊！你敢要欺负台湾人了啦？你给我讲一下啦！五行骄傲人啊！去做中国人啊！